我是乐乐，做伙来佚佗。乐乐小虎丢，守护迷你宝石。乐乐甲朋友来到迷你王国，组织邪恶的歹博士收集宝石做歹代志。吉吉到底是想到什么计划，会当守护王国的迷你宝石，阁会当掠到歹博士呢？好，大家听我讲，大兄，歹博士是甲设立这精灵约伫遮，咱先离开，到大草埔去准备。吉吉爱大家先去大草埔准备，请康康递总铺新帽啊，烘香公公的肉大餐包，煮烧烫烫的马铃薯鸡汤，互大家赶紧食饱，传体力，才有气力掠歹博士。来，才有一盘拄烘好的肉大餐包，嘿嘿，也未食饱的，会使过来摕哦。大家拢食饱啊吼，安尼刷落来就交互心心。无问题。来，大家伫心心的头前排队哦。等下会发生神奇的代志哦。大家食饱了后，吉吉请心心提出梦幻画图组，甲设立紫精灵以外的人拢抹神奇的汤光色料。规定小精灵发现家己的身体变汤光，拢踹一条。拢无好势啊吼！安尼咱会使去大樟神木遐等歹博士啊。人食饱，身躯嘛稳形啊！大家前往大樟神木等歹博士出现。即马大家拢看袂到对方，唯一现身的敢若设立紫精灵，伊正勇敢徛伫大樟神木下骹，其他的人点点啊避伫边啊。免惊。我一定做会到。约定好的半暝12点一个到，歹博士无声无息出现啊！是歹博士，有命来啊！随望设立紫精灵心内足惊，伊也是拼势用平常时的声音讲：宝石就放伫大石头顶。歹博士把宝石摕起来。煞闻到一阵芳的香味，伊发现这粒宝石有问题，所以伊甲大片的身躯刷震动，行向这粒紫精灵。歹博士发现宝石是假的，用咱行过来啊！这粒子拳头母郑安安大声讲：迄是康康行的宝石拍，宝石是阮的宝贝，我绝对袂交予你。发射动点光波。对四那卡球，嘿！梦幻回头走，解毒危险。看到歹博士逼近设立紫精灵，吉吉遂拍开光速智慧目镜，向歹博士发射动点光波。乐乐嘛向歹博士踢出对四那卡球，心心甲解毒稳定的刺溜刺落，小精灵做一开冲起来，准备要掠歹博士。干巧的歹博士乌红满一个1，加动点光波，加对四那卡球动掉咧，然后就那变魔术的消失无去，敢若留落一阵白烟，慢慢啊倒做一句话：这粒宝石留予你，我无爱你啊！歹博士就安尼无去啊！对呢。真正想袂到讲，伊的风魔会当阻挡动点光波，甲落落的骹球。
设立这精灵，甲大家拢无代志哈。无代志。虽然要掠到派普斯，不过大家成功把宝石收掉了啊！而且设立子变勇敢嘛呢。心心甲学女听到这句话，设立子的面拢泛红啊！帕基鲁鲁这时阵才讲出真相。其实这的神奇装备，敢若野猪人才用得使用哦。乐乐真得意，对设立子讲。我就知影是安尼，不过我还是甲手款借你，加影互你勇气。你看，真正有效果。所以，拄则是靠我家己的勇气啊！设立子精灵足意外，嘛真欢喜。规定小精灵为伊欢呼，嘛多谢乐乐斗相共。嘿嘿，赞啦！咱甲迷你王国的危机解决掉啊！乐乐足痛的，毋那设立子精灵生出勇气，即摆伫迷你王国，家己嘛得到更较侪自信，会用伫带东坡继续向前。帕基鲁鲁，呼噜噜，乐乐小宇宙，ready。